多谢以前来关心民进党的消息，有2摆罢免拢失败以后，检讨的声音拢针对了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，党内更加发起联署改选党团干部。今日这是立法院这个会期最后一天的议会，郭建明真罕见伫议场内底召开党团大会，意味就是你反正党内逼宫，外界较关心的是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。敢会亲身甲苦劝啊？郭建明是议员重新强调讲啊，这群无声较赢有声，时无声胜有声哈。所以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哈，大家安静的看就好了。危机时刻，老神在在，爱大家人等咧看。不过会期最后一天立法议会，面对党内联署发动改组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出招，还在伫咧议场内底举行党团大会。现在在议场里面怎么开会？议场里面没办法开会。敢讲是要反制逼宫的态势，民进党立委林淑芬讲实话，无讨论改组。议场内公开场合，徛咧开会，要安怎好好讲？国民党立委齐卡心，更加是用直播专程隆重奉上。你看我们这个第一手画面，如果有围殴的情况的话，马上就会发现。好，今天呢还是由老柯来主持。不过台面下动作真多，传出到昨暗时6点半，已经有超过半数的民进党立委完成签署。啊，那新潮流除了干事长吴思瑶、资深立委蔡其昌以外，大部分嘛拢签字，希望总调改选。不只是新系啦，我想大部分党团立委的共识的态度应该都很清楚。我想我们也都赞成应该让柯总召休息。那什么时候应该由柯总召自己来决定。拢讲会尊重决定，不过话内底敢若无啥空间。传出郭建明的太太搁靠咧讲，希望会当做完这届总调。没有这回事，他不会干是我的事情。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嘛讲，要予伊最后的温柔变做最后的通牒。我才会希望说，他回的是谢谢收看，这个是他应该要得到的这个惩罚。强调就算党团大会无自召改组，新会期9月7日开机了后，也有机会。再次谢谢大家这575天的合作，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大家。啊，那吴思瑶是行礼谢谢，表明伊的决心。不过新会期新气象，关键郭建明的苦劳也有变数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